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两天有新闻讲到，有新郎新娘请结婚岛，请大家啉台湾的珍珠粉圆牛奶茶，足有台湾在地气味，嘛正做一项新的潮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潮流的潮，它倒腰潮第五潮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潮，就是海水把流甲可流，咱讲潮流，卖当讲是流水潮湿。另外，潮流卖当讲是苏当时发生的代志，人情世事、社会风气变动发展的倾向。也有这个俗音读做潮，像讲代志或者是剧情上界紧张、上界激烈的时，咱讲高潮。也有一个音读做潮，像讲冰冻潮州，某人读做潮州，拢会读做潮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高潮，会当讲是代志的发展，或者是剧情发展上界紧张、精彩所在。第二个词读做潮流，咱头前讲到，用的讲是海水潮湿造成可流、把流的现象，卖当讲是一款的事件，某人讲是风潮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出8点档的剧情愈来愈精彩，进入上尾高潮，无看实在无彩。时间一个到，观众就会开电视换过来，看这出戏已经加做最近一项新潮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潮，俗音读做潮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潮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